各位大家都知道啦，中國對稀土嘅採礦同埋咧提煉咧，可以話咧控制到絕大多數嘅產能嘅。咁起礦物咧，咁中國就唔係好多，60% 到啊。但係咧精煉啦，咁中國係90幾%嘅。咁即係換句說話講咧，基本上全世界咧對於中國啦係有非常大嘅稀土依靠。咁就中國而家就實行咗管制啦。咁出口管制咧就要包括咧就要跟蹤呢啲稀土去咗邊度。咁你要買稀土嘅話，你就要在先啦，就係公布向中國官員咧交代咧，就係呢啲稀土用咗幾多，用嚟做乜去咗邊度，要交代清楚。否則嘅話咧，你就唔使旨意再有其他稀土供應啦。呢樣咁嘅控制咧，使到中國咧可以對全球稀土嘅行情咧就可以話了如指掌啦。冇人咧係會比中國更加清楚啦。啲稀土用緊幾多，去緊去邊度，做緊啲乜嘢嘢，邊啲行業就開始興起啦，要用多啲稀土啦，邊啲行業唔使用咁多稀土等等，全個過程中國可以把握得非常準確。咁呢個就當然係用喺電動車做磁石之類啊。咁亦都有好多稀土係用喺做啲高端嘅芯片嘅。咁同樣啦，中國對呢啲都會了如指掌。中國學呢啲邊度嚟嘅咧？咁其實咧就係喺美國嗰邊學翻嚟噶。過去美國一路對中國咧就各種各樣嘅制裁喺科技上面嘅制裁。中國通過自己感受到嘅嘢，今次咧用以其人之道就還治其人之身啦。咁而家美國就可以話咧就係感受到中國嘅威脅。中國呢個稀土禁止向美國軍工企業供應，呢個真係可以打死美國佬噶。美國而家剩翻啲工業唔係好多嘅啫，其中最大份當然就係軍工企業。軍工企業入邊有不少嘅器材咧係需要攝石，咩導彈嘅轉向嗰啲感應諸如此類，大量需要稀土。咁因此咧，中國限制住嘅稀土，而咧要知道啲稀土嚟做乜咧，其實要反翻轉頭去知道美國軍工企業用緊啲稀土嚟做乜。除非你唔同我買，但係你唔同我買咧，你就冇地方買因為咧控制住個高精度嘅提煉。當然又話我哋美國都可以自己嚟到提煉啦咁樣。中國手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牌，因為美國唔係好似中國咁，中國政府可以通過政府嘅控制去研發一啲嘅需要嘅嘢，譬如咧光刻機咁。當然而家有個風險就話，而家突然間美國解除啦 EUV 光刻機嘅禁運，咁俾中國買咁樣。咁中國而家投資緊研發緊嘅 EUV 機，會唔會因為咁咧而咧福死胎中咧咁樣？呢個情況咧喺美國就會，因為佢哋完全咧係睇嗰個嘅利潤。中國唔會，因為中國唔睇利潤，唔需要睇利潤。中國睇緊嘅係國家嘅整體安全。喺依靠用呢個角度睇嗰陣時，就發現啦，我哋如果唔能夠掌握到製造芯片嘅機器嘅最高嘅機器嘅製程嘅話咧，好容易同一時間突然間美國又對我哋發起制裁，咁我哋就好大件事。而咧喺中國嘅廠商其實應該睇到噶啦，美國唔係一個可靠嘅商業伴侶佢哋嘅政策可以因為一個人嘅喜好咧隨時改變噶。咁故此啦，喺商業方面咧，我哋需要一個穩定嘅環境。中國可以提供到呢個穩定環境，所以咧中國會繼續啦
係向光刻機啊呢一類嘅產品咧係做研發功夫。但係美國會唔會對提煉稀土抌落一個大量嘅投資，真係咧的起心肝做10年20年，達到呢一個咁樣嘅提煉辦法咧？唔會，因為佢哋嘅政府冇呢個能力，佢哋嘅政府係要依靠咧係私人財團去做，而私人財團咧講係咩咧？就要講賺錢啊！而家呢個風險好大㗎，你而家去開始研發，開始去設廠，開始買礦產，開始買機械，去做研究，你可能要花10年、20年嘅時間。呢個中間，如果突然間中國放寬呢一個稀土供應嘅話咧，你啲投資就會即刻啦，可以話化為零啦。未必有人會接手，美國政府亦都唔會接手。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個係個非常大風險嘅投資嘅，所以咧我唔相信咧美國可以走得甩中國呢個金剛圈啦。而且稀土只係中國嘅其中一張牌，中國仲有其他好多張牌喺手上，包括中國揸住個幾千億嘅美國嘅債券。喺今日嘅世情國事我都提到啊，我哋而家國家需要將呢啲美國嘅債券啦，喺未曾變成零之前啦，係轉換成為其他有價值嘅資產。呢個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可以通過金磚國家，可以通過咧對南國家嘅支持等等，我哋有絕對大量嘅方法去做。但係如果我哋一旦將7000幾億喺一個好短時間之內咁樣拱出去嘅話咧，對全球嘅經濟會有個好大影響。所以咧，每一年將幾多呢個嘅美國嘅債券轉換成為其他有價值嘅資產，呢個咁樣嘅數量方面咧，我相信國家咧就會有非常多嘅專家咧向國家提供意見，到底要幾多年先可以將而家呢個揸住喺手嘅美國債券轉換為其他有用嘅資產？過程之中可唔可以利用呢一個債券咧嚟到同美國政府討價還價？我相信可以。所以咧呢度係另一張牌。中國仲有冇其他牌咧？當然有啦。佢哋而家呢個高關稅最大影響就係佢哋嘅市民。其實關稅政策係一個咧畸形嘅稅收辦法嚟嘅，影響最多嘅就係一般市民。而家真係喺佢哋嘅 top 嘅 10% 或者1%，根本咧唔會受到影響，因為喺佢哋呢啲好有錢人之中啊，平日嘅消費只係佔佢哋嘅財產個非常少嘅部分。啲小部分加一倍加2倍對佢嚟講仍然係好少部分，但係對於啲中下層啦，加少少啦就可能係百上加斤，可能係最後一條咧稻草將個駱駝壓死。到底呢個關稅會導致美國嘅通貨膨脹會點樣走？我哋而家仲要拭目以待。啱啱咧佢喺4月2號宣布咗之後，好快脆就放鬆咗，起碼咧就唔係嗰啲離譜到幾十個 percent 啦，就跌翻去10%。但呢個仍然係對美國嘅經濟有非常大嘅影響嘅。好啦，咁中國張牌係點樣啦？咁樣中國呢張牌咧就係通過美國需要中國嘅產品，所以中國唔急，你要加關稅咪加咯，害到係你哋自己國家。當然啦，我哋講咗好多次啦，中國嘅生產商自然受害，但係咧中國可以承受到呢個痛苦，但係咧美國唔可以承受。呢個係另外一張牌，中國可以用嘅。仲有冇咧？有，譬如咧生物
嘅原材料，中國係生物原材料一個最大嘅生產國家。好多人話印度啊就係做藥，佢做藥嘅原材料來自中國嘅。中國係控制咗生物原材料嗰個一樣啦，同稀土一樣，係控制咗呢個原材料嘅一個非常大嘅部分。當然啦，今日我哋唔見到中國打呢張牌，但唔等於呢張牌唔喺度。需要嗰陣時啊，呢張牌一樣可以打，而呢張牌打起上嚟咧，同稀土一樣有同等嘅效果。即係換句説話講咧，稀土呢個管制，如果唔能夠換到我哋認為需要嘅美國解禁啊，我哋仍然可以用其他手段啦，係要同美國對等，去要佢咧係正視中國人嘅要求。呢個係一個好公道嘅嘢，喺國際社會上面講嘅係實力。你冇實力冇得講，有實力嘅你就有話語權啦。其實喺上個世紀嘅五四運動個問題就係咁樣。中國當時弱，雖然係一世界大戰一戰嘅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戰勝國，但係咧我哋俾人割讓咗個土地啦，係冇辦法歸還俾自己。呢個就係弱國無外交。我哋今日中國已經唔係弱國噶啦，今日中國係有能力保護好自己，而要保護自己用嘅牌啦，中國手上仲有好多張。我正話只係同大家講咗幾張嘅啫，仲有冇？有，我哋第日有機會同大家再分享。好多謝大家先。